安南病院最近将病例70岁陈女士伫去年中风来到病院治疗，经过医疗团队用心照顾，将伊恢复健康。病院为了预防陈女士再度中风，开了抗凝血药物回去厝食。但2个月后，陈女士的骹手常常会常常出现乌青的状况，而且反应甲讲话嘛愈来愈慢。家属带患者回来到安南病院检查，发现竟然是凝血功能异常所造成。经由抽血发现，阿嬷竟然是凝血功能异常，然后造成了身体有一些不正常的出血，就是皮下出血。那因为这样的 case 案例其实是蛮紧急，就转来我们的急诊室。那转来之后，我们帮他验血，其实阿嬷除了凝血功能严重异常之外，还有急性的肝肾衰竭。后来呢，我在这边看着阿嬷，我觉得她讲话真的是跟以前差很多，好像讲的就是很钝很钝。然后我们就帮她再做一个电脑断层，也发现她有双侧硬脑膜下腔出血。那由于这个阿嬷并没有跌倒的状况，我们推测可能也是因为凝血异常造成的一个并发症。那在当天就紧急帮她打上了维他命 K1，就是抗凝血剂的拮抗剂。那之后呢，也安排加护病房做救治。那大约10来天之后，血块慢慢的吸收，阿嬷也就恢复了清醒，然后一些肠胃道出血的状况也都改善了。台湾人定会用中药补身体，在中药材当中的当归、大蒜、人参、银杏等等，拢会有加强抗凝血作用，可能拢会造成并发症的发生。药物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中药，或是我们俗称的药补。大家很喜欢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吃姜母鸭或是一些当归之类的地母，可是这些有时候会跟我们的西药造成一些交互作用，那可能会造成过度的活血，容易出血，所以我想这方面也是要特别注意的。医生另外提醒，有服用抗凝血剂的患者，若是有其他疾病要就医，不论是看中医还是西医，拢要主动甲医生讲，家己有服用抗凝血剂，避免重复用药，产生药物交互作用的状况，危害到家己的健康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